木棉花翻转动漫季伫今仔日开始，一直到4月18号伫台南的成功3月中山店登场。活动一开始由最近日本高人气的动画《东京复仇者》的 cosplayer 为活动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。这摆活动拢总有6款高人气的福袋，欢迎有来百货公司设计的民众会当来到13楼。动漫店有真侪超夯超实用的小物件，等候大家做伙来探索。今年2022的台南翻转动漫季呢，我们为粉丝带来了许多新的展区。那我们首先是《鬼灭之刃》有超大的炭治郎，这是在台南首度曝光。再来是还有就是等身大的天竺鼠车车的玩偶，因为这也是粉丝们很喜欢的一个肖像嘛。那所以我们现场也有很多的新商品。现场限定的话有6款的超值福袋，最便宜从550开始到680不等。那这个组合呢，只有台南翻转现场才有。要买到这个限定的组合的话，就到现场来。来到展场，透过镜头会当看到有真侪动漫的爱好者，各自咧拣家己喜意的周边商品。这摆展览特别规划了，让民众进来拍卡个翕相的空间。特别为这摆展览所制作的《鬼面之刃》炭治郎大仙翁仔，也阁有高人气的古水动画天竺鼠车车的大仙翁仔。欢迎民众会当伫展览的期间，会当来到活动的现场，感受一个精彩的动漫节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